议员周一齐提出南华河边桥、南西新公桥以及指定乌石水桥等等山区要有3座桥梁，其实基地已经掏空，边坡冇安全过路。不过，这期市府却无动作，要求干部局进行桥梁检测，进一步补强。路边的必顺嘛要同步检讨。议员强调，伊伫总理顺所讲的拢是有迫切需求，千万唔通以无钱来回应。一旦出代志，上要负责。就是市长吴一婷明确表示，依照危险的迫切性，分阶段来找经费改善。这个桥因为它的下面目前就是有水，所以现在拍不出来。那上面看起来是还好，但是下面其实都是像这样子掏空。那这3座桥，我想要问一下，因为和平桥我去年我就跟你们讲过，但是到现在我们市府都没有动作。那是不是需要等到桥梁已经下线，或者是断掉，你们才愿意去？这个事情每年都有桥梁检测，安全还好。可是我看起来这个照片看起来基底有点掏空的状况，所以说趁现在慢慢进入枯水期慢慢进入枯水期，底下就没有那么多水。基底有点掏空，但是我们要再回想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市府要去编列这些预算都是要时间的。那这个桥还能不能撑2、3年，我们不知道。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必须要未雨绸缪，开始去找经费。我们先去找经费，开始去整理。中央可以补助，中央不能补助，我们先用2倍金处理。开始维护用路人安全，议员要求山区的路树嘛要全面健康检测，临时将500万经费拢放伫市区，而且山区顶内树基有一寡是私人土地，无法度修正处理，却有安全的顾虑，一并要求市府参考台北市相关的要点来处理。对此市长嘛表达认同。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